国际消息来看，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的红背山，即马是已经吹到稀裂。首都雅典是规个市内拢变做伽马色的，当地政府嘛发布健康风险警告。另外，伫咧北欧的芬兰，即马是已经到春天啊，算是还搁咧落雪。 希腊以往互咱的印象都是青蓝色的天色甲白色的厝顶，啊，毋过即摆看起来煞亲像来到火星。为撒哈拉沙漠的沙尘大范围嵌伫希腊部分地区，规个天煞变暗，空气品质变差。Πορτοκαλί, πραγματικά φαίνεται λες και είμαστε στη Σαχάρα. Περιμέναμε τις καμήλες να έρθουν. 当局发布健康警讯，表示2、3拜日的天气条件，互非洲的沙尘更较紧移动，空气中的浓度也会增加，尤其希腊南部影响较明显。啊，毋过2、4拜3沙尘暴就会较温和，啊，毋过敢若限东部地区。 This is actually a frequent phenomenon that we can observe in the Mediterranean, basically in spring, but also can be observed in autumn. Low systems that transfer all these dust loads from Africa. 就伫希腊变做橄榄色的时阵，北欧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因为落雪月色，煞变做白色的。芬兰国家广播公司以奇怪天气来形容这阵雪。报道是讲，芬兰北部落雪比往年较济，部分地区积雪20公分，南部交通拍死角。赫尔辛基机场航班取消也是延误。虽然芬兰冬天落雪真接快，不过赫尔辛基地区的交通局认为，4月底还有这种的落雪量，其实是无平常，也呼吁旅客预留时间提早出门，以免耽误行程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